曹罪人外孫女張老師連載系列第5集，理科墊底生成為國家2級心理諮詢師上集，廣東話補充版。上帝呢曾經咁樣講過嘅，你們如今要知道，唯有我是神，在我以外並無別神。我使人死，我使人活，我損傷，我也醫治，並無人能從我手中救出來。申命記32章39節。喺我人生呢，小學同埋中學階段呢，而家睇返轉頭呢，呢句聖經係好好嘅驗證啊！首先，我嚟香港嘅時候，我係由北京農村嚟到，我唔識字，完全唔識聽，簡單嘅都唔識聽嘅，我受盡好多嘅欺負苦待，咁我諗係人性自我，雖然咁細年紀，有個自我保護機制，就係我冇理由不斷俾人傷害，咁我會先下手為強，比較冷淡啲啦，或者比較嚴肅啲去對待人，同埋我都會抽人哋嘅缺點嚟反攻翻人哋，所以形成呢，雖然我小學嘅時候係讀全區最出名嘅名校，我好辛苦地唔識字唔識英文，我識用普通話去講中文，但係完全係唔識用廣東話去發音嘅。所以我都係被排擠嘅，咁後尾就因為小四嘅時候，我自己同爸爸講，主動係調班啦，調返去上午班，本來我係下午班。一方面唔開心，二方面我覺得上晝返學係會精神啲啦。咁就我其實返到去上午班，我嗰時仍然係即係，雖然我成績係喺名校裏邊，喺嗰班裏邊，我已經係中上成績考10幾嘅。我就算插咗班，我仍然考10幾，即係15名之內到啦。咁但係喺人才仔嘅名校裏邊，我就真係唔突出。我當時只係中文啦，同埋畫畫比較突出咯。咁中文極其量中文老師都錫我，咁但係中文唔會佔好多嘅比例。但係窮我就係即係全班數1數2。住木屋區，冇幾多個住木屋區，窮極都有公屋住。咁我係住木屋嗰個，咁但係啲同學都係好愛戴我，好鍾意同我玩。課餘啦，課外班，不過呢樣嘢都係同嗰個富商太子爺咧，富商班長咧，佢嘅帶領係好大關係。班長咧係無論人哋高矮肥瘦，生得醜樣唔醜樣，成績好唔好，貧富咧，佢都唔會蝦人哋嘅，佢都唔會
好大髀咁樣嘅，都係好公正，對人都係好真誠嘅，好公事公辦嘅人嚟嘅。同埋嗰個男班長咧，富商男班長咧，我同佢好好傾嗱。喺返學嘅之前啦，咁因為佢係最矮，我係最高嘅，咁大家就排隊即係上堂上課室之前又傾餐懵啦。咁每日都傾餐懵，跟住放咗學啊，有時星期六星期日咧去搞啲課外活動，我哋又傾餐懵啊，又玩餐懵啊，咁樣都係佢帶領嘅。咁同啲同學即係喺學校又見啦，課外又見啦，即係日見夜見啦。同埋佢哋又好中意我喎，旅行又見啦。我自己睇翻啲相咧，係嗰陣時開始，我真係有笑容。之前我冇笑容嘅，好似步步為營。我睇翻我細個嗰陣時相，係嗰陣時開始咧，我做翻我以前喺農村嗰陣時嘅樣，我成個人即係回翻我以前農村嘅女孩，無憂無慮啊，見個個人都有傾有講啊。我做翻嗰樣嘢，咁我覺得我而家睇翻呢個時刻係好重要啦。跟住咧，我就做咗叫做2個學期1年嘅同學之後咧，舉家因為移居啦，移居去另一個區。咁去咗呢一區嘅時候，我有更多機會去發揮我係曹聚仁外孫女嗰個文人雅士嘅氣質，琴棋書畫，我都係幫我自己嘅學校，幫成喺出區啦，甚至出全港咧，我都爭取到好好成績嘅。無論演講、書法、徵文，我全部都係好突出。咁我嘅突出情況係，我後尾我畢咗業10幾20年，我啲老師都記得我嘅。但係我而家諗翻，如果我冇嗰橛經歷，班長佢對我嘅完全接納、欣賞，同學對我完全嗰個即係照單去收嘅話，唔會有今日完全自信嘅我咯。而家係問題就係我完全嘅自信係因為我完全越敢去面對我自己，我自己嘅軟弱，我自己嘅缺點，我都夠膽去面對。因為我最差嘅時候，啲同學都咁中意我，咁我有咩唔夠膽顯咗出嚟咧？而嗰陣時係小4，跟住咧，我點解我話嗰個我就算之後我成績好好，但係如果冇呢個階段，我仍然都唔係一個真正自信嘅人。我一樣，我會好似啲有錢仔啊，或者有啲人成績好好，但係佢都未必覺得係人係完全接納自己。但係因為我經歷過小4最差嘅情況，啲同學都咁接納我，咁欣賞我，咁中意同我玩，所以我到另一個環境，我完全可以顯示我琴棋書畫嘅優勢嘅時候，才幹嘅時候，我仍然都夠膽咯，俾人哋知道咯，俾人知道真實嘅我係點樣。我唔會用呢一樣嘢嚟到顯示我係好有能力，好有吸引力，但係我其他嘅嘢我係揞住嘅。我完全夠膽去面對自己。呢啲嘢我就睇返係上帝，佢藉住好多人去傷害我，但係佢又藉住我小4嗰一年，讓到我係被醫治咯。
我完全我嘅抑鬱症、自卑感係完全被醫治。咁跟住，亦因為咁樣咧，我可以同初中嘅時候去同嗰個金鋪太子爺嗰個友情嘅建立咧，係我可以唔驚唔自卑，我成個我係點我就呈現俾佢，我又唔會喺佢面前做作嘅。咁呢樣嘢咧係所以造成佢願意保我個自尊，我嘅人格魅力折服咗佢，佢為咗保我自尊嚟到當眾俾我當住40幾人面前，我去冚佢一巴。